亚洲 U20 男子排球锦标赛本地今年伫咧台湾举行，不过这亚排连续10个伫咧临时线顶理事会议顶头决议取消台湾的主办权由印尼来办。咱的排球协会表示，这亚排连1个月就通知，1月就通知是中国要求换国家，这半个月时间私底下协商，中国迄边是沟通无效，表示遗憾。看亚洲排球联合会官方网站2024的赛程，7月20到27的 U20 男排锦标赛，地点伫台北。中华排协讲，1月初接到亚排联发文讲，1月15要举行线顶临时理事会，其中一个议案就是变更 U20 主办地点，提出要求的是中国排协。中国排球协会呢，要求更换场地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事关 U20 世锦赛的资格赛，在台湾他们不方便来台湾出赛所以要求跟上场地。排协表示讲，15个临时理事会进前有私底下协商，嘛含中国排协沟通，但拢无效。会议时阵表达采取恶会模式，无拒绝中方的求援，连亚洲排协嘛无法度理解，但是主席直接决议讲，该予印尼来接。我们对于亚排联这样子的决议呢，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当然也要接受亚排联的这个决议不过讲因为属代部驻地事务，敢若会当接受，当场表达遗憾。体育署嘛讲，真正是足无彩。有关中国排协向亚排联表示，赛事在我国举办，中国将因政治因素无法派队参赛，这个是属于他们内部政策的问题，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历年来在台主办的国际赛事，中国队来台参赛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以及限制。体育界人士指出讲，中国第2017了后，就无派选手来台湾参加比赛，即摆无想要去抢明年世锦赛门票的机会，表面上是走定输，但实际上是用影响力打压台湾，达到目的的一个例。记者综合报道。